係邊種模型啊？但係三啊嗰啲模型。好啦，咁啊，既然咧就係，但係要幾多號先至可以拆㗎？幾多號？舉手。你話你覺得係幾多號先至可以拆禮物㗎？荷里活廣場嘅，其實今日咧我哋準備咗咧就有好多嘅表演啦，將會咧就帶俾大家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準備咗啲咩表演項目咧？有我哋富山平安方堂嘅詩班，我哋揮下手啊！大家自己好嘢！我覺得咧就係每一個因為隻顏色咧又係一種好開心嘅顏色啦，同埋你哋咁哇喂！好啦，我哋今晚預備咗一連串精彩嘅表演節目喎。咦？咁3樓嘅基督顧念萬民，耶穌生存是為眾生，係有的多骨臂，你未明贖罪道理，真心懇求實答你實冇死。莫怪我講得粗鄙，我為咗你。好，聖誕快樂！我係牛頭角阿 Lawrence 咯。咁聖誕快樂，耶穌愛我。聖誕快樂。我自從出嚟做嘢之後都未快樂過。我前年結咗婚啦，上年仲生埋個仔啊。係呀，我係牛頭角嘅 Vanessa。耶穌愛我話過你知啊，俾個男朋友我就叫做耶穌愛我啦。我點解冇男朋友？大家睇下我個樣就知啦，成個男人咁樣，你說我係男人，我都唔會揀我啦。我係牛頭角嘅 Peter 仔咯。耶穌愛我，我唔知係咩啊。我最緊要咧，知道咧要爆，我要爆啊！爆乜嘢啊？我要打爆機啊！打爆機就係耶穌愛我，耶穌。其實我呢個樣我都唔知係公公定係婆婆，不過唔緊要啦。總之係老人家一個。我覺得最緊要係乜嘢咧？6000蚊，係咪先？你想俾你都可能俾唔到啦。試下睇下呢個片段。阿乖仔，你翻嚟啦！阿爸爸喺度，你想要啲咩啊？阿乖仔，你今日想食薯片啊？打算食飯嘅咯噃。哦，唔緊要，你唔想食飯，淨係想食薯片，你想生多啲飛枝，就由得你啦。咁我聽晒你講，爸爸愛你，由你啦。爸爸得閒見到你個樣，我都好開心㗎。唔係，你有馬屎嘅馬槽，
你諗下，即係好似李超人一樣，佢可能唔再住山頂，就走咗落去住深水埗。李超人啊，聽講你好似最近搬咗喎，請問你唔住山頂，你係咪住喜華地山咧？你住嗰啲板間房？我知啦，一定係嗰啲咩窮富翁大作戰。哇！唔該晒 Kenneth 啊，哇，好好睇啊！其實出嚟做嘢，即係做咗嘢之後咧，你好少會睇到朗誦噶嘛，通常都係讀書嗰陣時睇㗎。咁再加上我讀書嗰陣時咧，又參加過朗誦，就好啱你啦。係咩？係啊，因為我哋請咗救世軍福維廉中學嘅同學。呢度嘅觀眾各位喺1個2、3樓嘅朋友，我哋打聲招呼先。咁啊，今日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日子。今日係體現到基督教裏邊嘅一家人。點樣叫一家人咧？主內一家嘅意思係無分彼此。首先代表咗救世軍福維廉中學好多嘅富山同嘅方堂，喺佢哋呢一段時間咧，俾到我哋細路仔，就係救世軍福維廉中學呢班細路仔，俾掌聲好唔好？出場我哋呢班細路仔只有中二、中三嘅程度，但係佢哋利用咗另類嘅音樂，原來集眾都係音樂嘅一種。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，你因敵人的緣故，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敵和报仇的他荣耀尊貴為冠冕。愛他你手所造的，使萬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獸、空中的鳥。升起的是古老的地平線和你有力的臂膀。中國，太平洋的風熏黑了你的前額。又一件想法，一個又一個願望，一顆又一顆心臟。共創嘅一啲朗誦嘅內容啊，同埋咧，希望能夠俾一個嘅苦難都係要你面對然後克服佢。咁我哋希望咧喺一刻同學能夠咧係演繹得精彩，打動你嘅心。街磚8，街磚8？唔係啊。唔係？冇理由㗎。我唔係，真係唔係啊。等我再諗下先。好。失靈啊，係咪啊？紅心3。唔係，我唔係估呢個 number。一定係紅心3。唔係，我一定係估呢個 number。係咪失靈？如果唔係紅心3，點解全部都係紅心3嘅？點解咁㗎？大家睇唔睇到？我明明唔係咁㗎。好嘢，好厲害，好厲害！我哋俾啲掌聲佢。你呢啲小姐。
知道超級巨星嘅啫，我諗。咁咧，跟住落嚟咧，會同大家變一啲魔術嘅。咁頭先魔術就變完啦，其實。咁跟住嚟咧，同大家做一啲小遊戲咁好唔好咧？哦，好嘅，好嘅，好得 ，OK， 好快啊！已經有個小朋友攞咗衝咗出嚟啦。喂，兩個 ，OK， 兩個。攞翻先，一陣再請你上嚟嚇，你翻埋位先啊！喂，呢個出嚟先。喂，過嚟，係唔好走住。OK， 好啦，有包紙巾係咪？係啦，好簡單嘅。咁首先你俾一張紙巾我先。係啦。OK， 好啦，你自己再攞一張啦。因為我相信全世界上面得你可以幫到我啫。係啦，就肯定係呢條啦。OK， 唔緊要，我俾一次機會你抽多次。你可以抽多次，唔使放翻落去，你可以抽多次，隨便抽一條。肯定最長㗎啦。OK， 唔緊要。我俾一次機會你，一次過抽幾條。哇，要諗添啊！OK， 嗱，大家見到我俾咗好多次機會佢㗎啦嚇，我俾咗好多次機會佢，不過唔緊要，人往往就係咁㗎啦。明明入面咧有一條咧係咁長嘅咧，佢係唔會抽㗎，佢係會抽呢啲細條㗎。係啦，咁 OK 唔緊要。好啦，咁跟住落嚟咧碎咗啦，但係。喺呢個時候，你甚至會發現，你甚至可能會覺得，你甚至可能覺得愛根本唔存在，根本一切都係假嘅。但係你要知道，只要你對愛有個信念，你願意相信有愛嘅話，你會發現其實愛一直都包圍你。好啊，弟弟。我聽下弟弟點講先，荷里活廣場。荷里活廣場。非常之正確。請各位上嚟先。好。弟弟，你中意邊份禮物咧？隨便揀啦嚇。哇，呢份啊！好，要影張相先啊嚇。邊份啊？哦，呢份啊，哇，好大份嘅禮物，好，我哋咧，攬實啲喎，好，望住邊個叔叔？我哋富山平安康堂叫咩名咧？係啦，冇錯，就係富山平安康堂啦。我哋請出嚟攞獎品啦嚇。幾容易我哋啲禮物。你搶咗3句啦已經。留心嗰啲題真係好難。富山平安康堂係。
另一方面，我哋咧有另外一個意思，我哋心靈咧，我哋咧係用手靈嗰個靈。大家有冇發現咧？手靈呢個樂器咧金光閃閃，因為嗰陣我哋咁啱用紅台布，係咪好啱聖誕節演出咧？係嘛？特別有氣氛嘅，就打起聖誕歌上嚟。接下落嚟咧，我哋嘅團隊咧，我哋將要咧為大家咧去演出一首嚟自法國嘅聖誕歌，一首已經有120年歷史嘅聖誕歌。所以咧，Happy Birthday to You 呢首歌係全世界唱得最多嘅。接下落嚟，我哋嘅呢一首係 Jingle Bells。你邊度變咗支棍咧？哦，好，第二個動作就係咁樣嘅。
全見到佢哋有做呢個動作。咁你有乜嘢得着咧？我覺得我老婆可能會叫我去學咯。點解咧？因為我覺得Hello 大家好，喺度祝大家聖誕快樂先。有最美的夢想，一路上彼此較量，扶着擁抱，我們的愛讓世界不一樣。你和我是天賦愛的創場，每個人有最美的夢想，一路上彼此較量，扶持擁抱，我們的愛讓世界不一樣，我們愛讓神先愛我們，死在肩上也不要獨自飛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諒，有你愛的地方就是天堂，有你愛的地方就是天堂。未来不再是牵起我的手，你給我勇氣衝破艱險，天涯前方路，我堅持要飛，你給我信心，只要相信，相信就有奇蹟。未來不再是牽起我的手，你給我勇氣衝破艱險。前方路，我堅持要飛，你給我信心，只要相信，相信就有奇蹟，揮別身心的翅膀，隨着夢想起飛，相信有愛就有奇蹟。相信，相信總有奇蹟，揮別身心的翅膀，隨着夢想起飛。總是依然
先，你問先。聽住啦喎，我想問下咧，頭先可唔可以講一個表演過嘅節目？一個表演個節目做過啲咩啊？手嚟。啊，犀利喎！好，恭喜你。係妹妹。行路仲有冇？搭乜嘢車？小巴幾多號？19咧，冇錯啦，恭喜你！你答咗咁多個題目，我哋淨係俾1份佢啊！個小禮物咧係派俾每一位嘅。係啦，只要舉手，我哋嘅工作人員喺一陣間唱歌嘅途中咧就會派俾你㗎啦，所以輕輕舉起你嘅手。咁同埋咧，我哋咧啱啱派咗咧，每人有一張嘅歌詞喎，我哋好想咧，喺今晚我哋最後嘅環節裏邊咧。